萬鐘。村莊中央矗立住一座老鐘，多年來鐘聲低沉而緩慢。後來廣場裝上咗準確無誤嘅電子鐘，老鐘就被遺忘咗喺角落，但依舊每日敲響，安靜咁行住自己嘅時間。某一日，暴風雨突然來襲，全村停電，影響到電子鐘都熄滅，手機又冇電，人們失去咗時間嘅依據，恐慌喺黑暗之中蔓延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熟悉嘅鐘聲喺雨聲之中一下一下敲響，呢種聲音一直喺人們嘅身邊。天光之後，大家企喺老鐘之前，第一次認真睇住佢，發現到就係呢份慢，令到佢喺混亂之中保持穩定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記得保持自己嘅節奏，有時穩定比準確更加重要。